分享一個喺深圳舉辦嘅電子同埋家電展覽，會示範點樣取免費嘅門票。回程嘅時候經過間齋鋪，咁我見到價錢都好平，下次都會試一試，先畀你哋知道佢嘅位置先。呢個展廳非常之近，就喺落馬洲，坐2個地鐵站就可以去到。咁佢個展館呢，就喺東門入，因為佢裏頭有好多個展館，而我今日要睇嗰個呢，就係6、7、8、9嘅展館，所以東門入呢，就非常正確。展覽呢，就開9點至到下晝嘅5點半。如果時間早，你哋仲可以呢步行由會展中心行去購物公園嗰度呢，就係 Coco Park， 好多香港人嘅打卡點。咁你進場嘅時候，將你手機嘅二維碼響閘口掃一掃呢，就可以進入會場。咁而家呢，就會示範用微信掃描嗰個申請入場券嘅二維碼。首先打開你嘅微信，對住個二維碼掃一掃，咁就會進入去佢個申請入場券嘅畫面，往下拉，然之後點選我要報名，咁依照佢嘅指示提交佢所需要嘅資料。咁記住呢，你哋就預備一個可以收中國短信嘅電話號碼、電郵地址、你嘅回鄉證號碼，完成埋其他嘅資料輸入，然之後按申請入場券，咁佢就會即刻顯示一個入場券嘅二維碼。咁你將佢去到門閘嗰度掃一掃，咁就可以進場。嗰個 E 出口呢，有間素食館，咁啊價錢都好平，30蚊一位，係任食。如果你充值139蚊，以後你帶朋友嚟呢，每位都係收23蚊。我拍咗當日會場嘅一啲展覽品，祝大家假期愉快，拜拜。